Yo what's up？我係壽司郎。今日咧我哋就會嚟聽 No Full Fergus 嘅新 EP。咁啊呢一個 EP 咧，據說係有同幾個台灣嘅 rapper 一齊合作嘅。咁我亦都非常之期待今次嘅呢一個 reaction。OK， 我非常之期待今次佢呢個 EP。有啲乜嘢嶄新嘅體驗，有啲乜嘢嶄新嘅 feeling。佢今次呢一隻碟咧，嗰個評價咧係褒而不一嘅。我聽講，即係我喺 Threads 嗰度見到有啲人可能話唔知唱乜啊，跟住有啲人又話正嘢，跟住I don't know， 俗語都有話 You just gotta listen，OK，You gotta listen， 你唔聽點知好唔好聽啦，係咪先？根據佢最近呢幾首新歌咧，我覺得冇歌詞嘅情況之下咧，應該係有啲難聽得明嘅。佢呢隻 EP 咧就叫做三筒，咁三筒入邊咧有4首歌，咁佢呢個 EP 咧得練把先有 MV 睇嘅啫。咁練把好似係第一首歌嚟嘅，咁我哋不如睇咗個 MV 先 ，OK？ 我哋睇咗練把個 MV 先，然之後我哋再翻Spotify 嗰度聽埋嗰3首佢 ，OK？ 到台灣桃園國際機場，請您返回原處，將手機繫緊。What？ 嗱，如果我唔開字幕咧，What the fuck？ Hold up！ What？ 我哋試下冇歌詞，睇下我估得中幾多 ，OK？ 睇下我聽中幾多句。呢個頭先聽咗啦，唔計。We fly up G from Thai fuck 廢柴。We like 三條經 ，We like 三條傾，講緊 what？Sorry what？ OK，We like 三條傾，海洛英，你仲講緊嗎啡 ？Alright，OK。日撚日聽 Blackpink 塞住你 ，what？ 快捉我 grandma，OK？ 唔知乜嘢講低。講咗咁耐你都冇例子。OK， 我哋開個字幕版聽下，開個字幕版聽下。what the？ Yeah, I feel lean like a 鱼贩 but I sell lean no 鱼丸 Cause all about that beat skill 大把時間可以陪你玩 I'm not a big fan, I'm not a hater Chasing fame, I chasing paper 不上沒配的打不規則臭你爛蝦市場停在對的 Wait a second bro 讓我深呼吸先 Driving to the every city bro 我像在度蜜月 I marshal all 來危險 Hustle every weekend 他們各自都在吹牛而我是人生更經驗 Let's go 我的腰扯那邊我還是可以傳播點解突然間？OK，
OK，既然呢個有字幕，我哋就聽過先 OK。既然呢個有字幕，咁我哋就唔好再估佢背後咩意思啦。我哋直接就聽 OK。他们各自都在吹牛，而我是 Let's 更经验 Let's go。我哋有實力變幻，還是可以場幫我狠踢嘅話，佢哋走得完場，解釋都費事，尤其是人蠢，練擺練力，練係準。阿媽家有飯變鴨，我送微信，幾唔輕彩嘅浪，我都歸納佢度工作，如果兩間堂，有會識。做事只为情和义，但体制大都只为钱。纸醉金迷我不向往 ，Your alls wear my patience。将过去承诺兑现，发誓反转阶级蜕变，经历大火淬炼，烧剩坏的过去成为碎片。重复的清晨，狮子山的精神，八卦仿佛未听闻，只在乎兄弟跟亲人。楼梯死的剩灵魂，众神全部皆平整。Tell it to all of my brother， 积极在我，剩下是精神 bless。OK。OK， 呢個係我第一次聽完嘅感受，就係我覺得蛋頭嘅 verse 就唔係有一種特別勁嘅感覺咯。但係 you know it's good，但係唔係一種俾我一種哇好勁超勁嘅嗰種感覺咯。即係我會話 OK 啦，幾好咯。但係未去到話覺得正喎，驚豔喎呢一種咯。可能我唔係台灣人，或者我對普通話呢種語言唔係太過，唔係台灣嘅國語，即係或者我對國語呢一種語言唔係特別有太大嘅共鳴啦嚇，所以即係我覺得佢寫得比較 you know 普通通咁樣咯。即係可以咯，叫做我覺得 OK 嘅，唔差，但係唔係我特別勁咁樣咯。至於 Fergus 就點講咧？暫時一言難盡，我覺得Noful Fergus 嘅話，我會為呢一個 album 我會為呢一個 EP 設定一個期望值，就係唔好期望你可以聽得明 Fergus 嘅歌詞咯嚇。即係我諗佢玩到呢個，即係佢玩到咁明顯，就係應該唔想你 focus 喺個歌詞度咁所以我跟住落嚟聽嗰3首咧，應該係會比較聽佢個旋律，或者聽佢點樣扭嗰啲音 ，instead of 去嘗試理解佢嘅歌詞啦。OK，yeah，let's get it。多的嗰種花態，冷漠上慣韓文，人慣法文。當你盤胎太陽，你叫我照燈，你講到發啦，係咪跟你半生？哦。嘅雙手拉到邊，擘開定義，甚至放手未能長開未不及紅火龍火來。哦。我中意喎，幾中意呢首喎。中没多久像我，让我明白不是一件孤独单的，在世界另一端告诉我都安了。不同文化，同种想法，命运的契约，路程要多远，多远都相见，就算很快灭，也想再见你一夜。真你對的，我的對的，錯的，不妥我哋鬧愛啫。一講我話計，我盡全會冇原來嘅。當你揀你靠的通通，繽紛的彩色，愛了你，哪會問來歷？通通都會當你平實。亦多的嗰種花態，冷漠上慣韓文，人慣法文。當你盤胎太陽，你叫我照燈，你講到發啦。我幾中意巴別塔呢首啊，幾中意巴別塔 Fergus 呢一首嘅嗰個正喎，我覺得 Fergus 喺呢首入邊正啊，即係起碼正過練把咯，我個人覺得。
呢個 ZO 都唔錯。即係我中意 Ferg 嗰種低音嗰種咧，嗰種低音炮嗰種，即係我中意嗰種感覺咯，嗰種係正嘅，我覺得。Okay, I like this one. 我幾中意呢首啊，我哋下一首會聽得到佢唱咩？Let's get it. What? Let's go. 在夏天的 party 还记得有多 crazy 72小没有睡看到第3个 turn me 人手一瓶小钢瓶问我 have you tried 一口变小儿麻痹这感觉 I don't like 那时还没 sober 所以我玩得疯提起打开购物清单外送到兰桂坊吃得贵住得也很贵但东西便宜买啤酒比买书划算我没有骗你爽不爽嘛嚟香港爽不爽啊？喂，你嗰邊好唔好玩？台灣爽不爽啊？有線嘅啦，我講嘅嘢，我做嘅嘢，我 move 有泰式洋紫荊，別來無恙啊嘛。二台港人，放心啦，好攞翻我應得嗰份。子彈我入1粒、2粒、3粒。但邊個唔好彩？要不 fuck 你先 hold 着，怕一直往回扣客。有一些好的貨色，需一杯可口可樂。先我哋呢首歌嗰個配搭幾正喎，佢哋呢首兩個之間嗰種穿插幾有 feel 啊！呢首。用仅存的精氣神，現在還有誰醒着我當裁判你當評審？有些人不想醒過來，隨便他把兄弟留言甩牌。666 Max 有點多，陪你完成禮拜6，現在都像在做夢。我的台風別怪我，拍照還能擺個 pose。說了再見才發現再也見不到，所以我終於同啱 friend 傾嗰啲屌，咪撚搞。好驚嗰啲我，你知啦。挨緊嘅音樂太子冇啊，你知啦。嗰啲創意喺我面前匪夷所思，例如大屌笑，花口黑我唔得。It's all about the music, change in my blood。你覺得係你計劃得好準咩？但係抑或覺得我個樣生得好準咩？我好需要很少，給人關心成績。Hi bro, I love you， 我把合數急緊力。我喺我俾評分先，喺俾評價之前，我想聽一聽，我申請由頭聽一次。我想聽頭嗰 part 最驚豔，但係呢首歌俾我嘅 feel 就係坐緊過山車咯，即係一開頭係好高嘅。跟住慢慢 drop 落去咯。我對呢首歌嘅感覺就係，我想聽一聽開頭先。先生，水溫高不高？高 ，Let's go！ 我抽到攤住頭。在夏天的 party 還記得有多 crazy？但唔知點解後邊咧，去到後邊又慢慢 drop 咗落嚟咯。我覺得前面係好正啊，前面個開頭好正啊，但係唔知點解佢後面，唔知去到後面佢慢慢咁樣 drop 咗落嚟。I don't know why, but yeah，呢首有啲難評，不過 yeah，我哋下一首會聽得到佢唱咩？嘟嘟嘟嘟，我幾中意個 beat 喎。嘟嘟嘟嘟，差點點，方方面面起啦，冇人氣紅下我只在前面，一筆再說，轉得點點背後先信，我信咗前每一動作，聽我道別講句再見，齋聽默念提住靈堂，寫住中規歸嚟，開心啲咩？
放進草地，寂寞要找醫生能找到我行哪裏會？都會通伊，怪我太過含辦無看破，怪我要相信人心會變卦。問真伊是咧對，有錢就要飛，關山的呢個應該係台語嚟嘅。如果我冇聽錯，應該係台語嚟嘅。幾好聽，我呢首幾好聽喎。我懷疑呢一首係我 EP 最中意嘅一首。經我佇窟仔是看袂清，我嘛要予天公伯拆數，成功的接觸，聽我的巴肚是成功的路。問未來是咧對，有主團就要飛，日頭車夜夜，雖然夠生命。分分配對內容，少有互惠，最後導致你少年郎，連少有互惠，情緒寫一本本放進草地，寂寞要找醫生能找到我行哪裏會？我解過遮濟的問題，是注定行到遮。我呢個 EP 我最中意應該係呢首歌，即係喺 Fergus 成個聲嗰個運用，甚至乎係內容。我覺得內容我唔係，其實內容真係唔係聽到太多，但係我比較中意年少有為咯。如果現階段嚟講嘅話，有辦法問天，閣問地，是走總少年人。看恁一天過一天，講成敗是夢，也是空講病是絕望。散食甲好夜，你莫一直哭。像是我的朋友，我看了真清楚，是我一直拼，叫人換換數，叫人是無講路。人心比暗暝閣較黑，人情攏等佇土較好。伊講你拍拼迄哪有夠，家己等杯是毋知影臭。好似冇眼到，但係入邊冇梁朝偉，有中間嘅細得大到大，細得細冇幾多細數量先考冇邊寫住愛我而怪我太過含辦無看破，怪我要相信人心會變卦。問真伊是咧對，有錢就要飛，關山的風景我佇窟仔是看袂清。我嘛要予天公伯拆數，成功的接觸，聽我的巴肚是成功的路。問未來是咧對，有主團就要飛，日頭車夜夜，雖然夠生命。聲音都怎樣？呢個就係Novel Fergus 新 EP 三筒入邊嘅4首歌。三筒嚟講，我自己中意三筒講，我會排一個次序啦，就係我覺得第一係年少有為，跟住第二咧係。第二其實我係諗緊巴別塔定係爽不爽，但係爽不爽嘅真係太過實驗性啦，所以有啲難評。但係咧練把咧就一定喺我心中，我覺得係第四咯。練把我覺得係第四嘅，但係爽不爽定係巴別塔咧？我要再聽多次，我要再聽申請代聽多次。如果要排次序嘅話，我第一名一定係年少有為，第二就係爽不爽，第三係巴別塔。唔係喎，其實第三係練把，第四係巴別塔。OK，我會咁排咯，即係個人嚟講，個人感受係咁咯。唔知遲啲再煲下隻 EP 嘅時候，個感受會唔會有咩唔同？但係幾好嘅，我覺得Novel Fergus 今次同台灣啲 rapper 合作係一個幾好，感覺上聽落係一個幾好玩嘅一樣嘢嚟咯。我覺得冇我想象中咁黐線，即係我覺得佢嗰啲即係嗰種所謂聽唔明佢唱緊咩嗰啲咧，我覺得。今次都唔算話太過離譜，還可以吧。即係練把同埋爽不爽，可能特別難聽得到啲。但係我覺得年少有為同埋巴別塔都 OK 嘅，呢兩首係比較清楚聽得到咯。所以我慢慢開始覺得嗰個聽唔聽得明好似唔係好緊要咁咯。開始慢慢覺得開始慢慢 get 到 Fergus 想表達嗰樣嘢會唔會就係有時唔使有時唔使聽得咁清楚嗰啲嘢，有時啲嘢啲詞唔使捉得咁實嘅 ，OK， 即係 feel the energy，OK，feel the music，OK，喺呢個 EP 度，我自己個人嚟講有咁嘅感受咯。可能同以前嗰啲 rap 聽 rap 嘅有啲唔同咗，即係因為以前可能聽 rap 比較注重一啲 lyrical 啲上面嘅嘢，但係即係我唔代表我而家唔再fuck the lyrical，即係我唔係咁嘅意思，即係我唔係完全要拋棄 lyrical 呢一樣嘢，而係我覺得我開始 get 到。Fergus 想喺佢嘅音樂入邊表達啲咩？就係佢覺得可能啦，呢個係佢嘅感覺就係
佢覺得啲音樂性係重要過啲歌詞嘅。我覺得我今次聽個 EP，我覺得佢可能嚟緊落嚟都會玩啲咁樣嘅嘢，幾正嘅。但係嚟緊我想聽多啲嚟緊我想 react 多啲一啲 lyrical 啲嘅嘢，可能會聽下 Ray Dog，可能會聽下SMG 啊。係啦，即係可能會聽下一啲其他比較 local 一啲，唔係 local 一啲，即係聽下其他比較玩 lyrical 啲嘅啲 rapper 嘅作品咯。係，因為 Fergus 都聽得比較多咧，開始又唔係話悶，但係我哋可以轉聽下其他嘢嚇，聽下其他嘢睇下可唔可以刺激到我哋嗰個嗰個叫咩耳仔。我評價就係大家需要放低對於歌詞嚟講執着 OK， 重點放喺佢嘅音樂性嗰度，重點放喺佢想表達嘅嗰種即係唔好諗佢嘅歌詞係想講啲咩，反而去諗佢呢個位咁樣唱係有啲咩意思啊，又或者咁樣唱好爽啊，又或者咁樣嘅安排好正啊咁樣咯。我覺得係我 get 到嘅嘢係咁，我 get 到個 message 就係咁樣咯。所以yeah， 我覺得如果要為呢一個3同呢一個 EP 10分裡面打分嘅話咧，我覺得暫時係可以俾到8分嘅。我覺得呢一個EP 我係可以俾到8分嘅，要再睇下佢嚟緊有冇一啲其他嘢玩，即係出咗去可能合作一輪之後翻嚟嘅嘢係啲咩咯？我而家想睇嘅就係，即係我都幾期待佢之後可能即係佢而家呢個即係點講咧？香港 hip hop 香港 rapper 玩到佢呢一個水平，跟住又咁大膽咁 keep 住咁樣試新嘢嘅話，我自己嘅感覺係唔多嘅，即係我自己嘅感覺啦係唔多嘅，咁所以。所以我會期待佢之後有啲咩花神去玩出嚟咯。係咯，大家 focus 多啲喺嗰個音樂性嗰度咯，唔好 focus 晒都喺個歌詞度啦。因為你唔會聽得到嘅，OK？ 你唔會即係好似嗰啲 Young 德啊、Future 啊、Playboy Carti 咁啫嘛。佢哋係研發咗自己一套語言出嚟，即係大家唔需要太過深究佢哋嘅歌詞係啲咩嘢，聽得爽 OK？ 你中意聽 That's it OK？Yeah。咁如果你有啲咩想我聽嘅話咧，我唔知點解會咁樣。不過你如果你有啲咩想我聽嘅話咧，你記得 join 我 Discord 喺我投稿嗰一欄嗰度咧，咁你drop 低啲 link 啦，或者你直接打低你想我聽邊一個 rapper 或者邊一個人嘅歌啦。OK，咁到時我就會直播或者錄片去 react 噶啦。咁我哋下條片見 ，peace。